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看啦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伊，并无惊吓。伊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诚做我的拯救。所以恁得甲对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2章第3节。看啦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伊，并无惊吓。伊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诚做我的拯救。所以恁得甲对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2章第3节。咱每一个活伫这个世间的人，当活着时阵，肉体、生理、新陈代谢的需要，拢一定需要有水。水分占咱整个的身体呢，有70%。身体水分若是无够，或者是严重的脱水，人的喙会打卡，口气会无好，严重呢，甚至到喙唇会破裂。对于人处身伫迄个非常特殊的时阵甲所在，找袂到水啉以外，其他呢，拢会当找到水泉、水源来补充身体水分的需要。这水也是真神所造、所赐予咱的。咱人除了肉体的生命以外，就是还阁有灵魂的生命。咱灵魂的生命也需要心灵的活水来甲咱滋润。当咱心灵打卡的时阵呢，你要去倒位来找到心灵的活水泉呢？救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”伊还阁讲人若嘴干，通好到我遮来啉。信我的人，就亲像经上所讲，要对伊的腹肚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讲这个话，是指着信伊的人要受圣灵讲的。耶稣知影咱这个天路客的需要，伊要引领咱得到心灵泉源的所在，就是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真神耶稣的教诲就通好来得到。当咱的心灵孤单、野线、无力，伊所赐予咱圣灵救恩的泉源，就会对咱这个相信伊的人的心灵溢流出来。耶稣知影咱心灵健康的困难，迄个清心澄澈的活水，就要对咱这个充满恶毒的情形，甲怨切的心内溢流出来，要成做治好咱世间人各种心灵百病的圣泉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这个救恩的活水泉源离咱无远，随时随地都要伫咱这个谦卑敬畏的心灵内面，借着主耶稣的宽容的赏赐，溢流伫你的心灵，一直称到永生。只要你幡然相信，就要对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，互你的痛苦的心灵得到疏解，奔跑永生的天国，直到主审判结束的日子。看啦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伊，并无惊吓。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诚做我的拯救。所以恁得甲对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2章第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乐法人
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